但係好咧，漁網咧，最重要咧就係無花水，其次咧就做白水。3個月咧一歲嘅，3個月，到14年咧就4歲。無花水咧由8月15至到11月10，8月10、9月10、11月10。做白咧就係由2月15就至到咧就20月3月10、3月10、4月12，就2月幾咧就有一宗噶啦。漁民自己要識做網，又要尺，又要染網，又要蒸，又要曬，好多手續。左右將條魚絲翹落去嗰條震脷嗰度，放咗落個一震裏邊咧，佢會令到條魚絲好長都唔會又打裂啊。咁咧剪咗咧就開始尺第一眼夢，就穿咗落去。而家第一眼啦，第二眼咧一樣都係咁嘅，照係好似頭先咁。咁我哋要幾多眼咧？就代表嗰個漁網嘅嗰個深度啊。漁民咧就唔係叫織網，係叫尺網嘅啫。呢啲係我哋通俗性咧都係叫尺網。每一眼都係用少少氣力拉實條魚絲，咁令到我哋嘅冧啊，我哋水上人叫冧，一般人啊叫裂，我哋叫冧嘅啫。呢啲係我哋水話嚟嘅。咁拉緊咧，佢就唔會褪噶啦。呢張咁嘅魚眼咧，如果一條咁嘅馬有，起碼都5斤嘅以上嘅。所以嗰條魚嘅形象啊，佢嘅習性啊，都係好緊要嘅，要明白咯。我哋做水上人，再跟住嚟嘅咧，就係我哋將呢個網嘅長形啊，紮嘅時間咧，要起碼都要1-2日時間，先至令到嗰個網咧要定咗形係咁嘅款嘅，咁咧即係先至可以捉到魚嘅。以前啊，我哋水族人啲智慧都好高嘅。石頭用佢個重量。然後咧就話一路綁住佢。而家咧就將嗰個石頭咧就吊起咗佢啦。2日嘅時間咧，將網就會定型咗啦。跟住嘅程序咧就係要裝乾辮。我哋個乾辮就係話鋪嗰邊浮鋪呢邊咧叫乾辮，要裝啲浮鋪咧。就裝喺嗰個粗嘅魚絲面，唔好俾個浮泡走嘅。織網咧教咧就冇話專人咁教嘅，都係父母啊係逼我哋嘅，逼我哋要學識啊。見佢咁做，佢咪跟住佢咁做咯。咁咧功多藝熟啊，做得多，學得多，咁就自然會熟口能生噶啦。呢啲係水，即係我哋做漁民嘅有呢種係求生存嘅工具嚟噶嘛。兩個鋪咁啊，紮咗就完成咗呢個裝乾辮個程序。
啊，我哋而家開始裝角邊啦，啲圓嚟嘅，咁啊揸住佢，咁咬落去嘅啫。所以個牙嗰度咧應該黐住有啲鹽喺度嘅，但係當時嘅個知識啊，係覺得係鹽會有毒啊，所以咧係冇問題嘅，吐個口水啊吐咗佢啦，係咪？但係而家知道，哇！原來鹽有毒啊，仲會中毒喎，所以打死都唔會做呢個動作啦，係嘛？佢當時係好猛嘅北風嘅，咁我哋要起咗網咧，就車埋啲島啊，去停泊嘅。咁咧就話，咁你一路車嘅時間咧，看住啲浪咧，一路車咧就乘風破浪，都唔係叫乘風，壓風破浪啊！咁咧就一下唔小心咧，自己嗰隻船啊，就同我個人咧嗰個失咗個平衡啊，俾佢成個拋高喎，然後跌咗落海。當時我係受咗傷嘅，跌落去嘅時間，我係呢度咧係整穿咗流血嘅。好彩萬幸嘅時間咧，就話隻船去到我前邊，用條繩拋落去，啱啱就跌正我個人嘅前邊，等我一手就搲住條繩咧，咁咪扯翻我上去啦。如果假如耐啲，我自己氣力冇咧，我係沉落去嘅，因為個人咧嗰陣時已經係着住雨衣啊、水鞋啊，好多負累嘅負重嘅嘢嘅。但係真係命不該絕，今日仲有機會同你哋喺度見面啊，整下疑網。咁當有流水嘅漁網咧，佢會斜嘅時間咧，佢每一去到嘅時間咧，佢受驚咧就看上游嘅時間咧，就會看啲魚眼嗰度標游入去咧，就會好容易黐到佢。條魚咧，佢就啱佢嘅形狀係咁咧，就會咁嘅，咁入去，咁啊，當我黐住佢嘅時間咧，佢又唔會喐噶啦。周灣大多數都係咁嘅樣嘅埋氣，去到咁嘅時間咧，如果你長咧就可以打個裂，如果唔長咧，你佢咁咧，你已經係攞到噶啦，啊，咁咧就譬如你擺低撈埋一齊嘅時間咧，譬如兩張撈埋一齊咧，咁你好容易啊攞翻出嚟一張埋一張。首先我而家做緊咧，呢個就係副邊啦嘅作用咧，就愛嚟做抽手嘅。如此類推咧，係咁一圓一圓咁尺落去啦。最後嘅程序係收尾啦。收尾嘅時間咧，我哋揾條繩穿住啲魚眼，一個圈嘅形狀。